新疆魔都六合魂。啊！哎，走，等一走，哎，回来。我军将大佬一部下，10万的不法匪徒，渺渺多人，家丁，当着赤我组织的杀手。 极强劲，率领着暗杀团来到上林地界，要行刺太子。这个时阵，胡家将军马勇当着王顺勇敢退敌。马勇当着王顺赶不得将。这个时阵，太子殿下先躲入上林了。 胡家将军王顺也关苦在上林地界。马雄互相叮当，也躲入上林。对啊，骑兵激动击，一死一伤。 嘿嘿嘿，嘿，这看起来这个太子啊，那走不完，这上林哦真歹走，伊走不完，爱甲对，那抓不着啊，咱对赤我神军是无法度通交代了。水将一律来人啊，继续追逐太子。昆仑官人。 前完前辈，一请坐吧。多谢。各位，个个请听着。俺即马开始要来研究这个杨达佬被六合所打败。杨达佬为什么会失败？这个原因啊，大家提供几个意见来。喂，是安怎？大家拢点点啊？白脸多在。 杨达佬是怎样来失败？那论杨达佬这个人，怀死搏争，荒淫邪乱，不务正纲，这造成失败。自古以来，桀王统岳喜，纣王统妲己，吴王统西施，拢总是造成失败啊！你所知影，秦始皇怀死搏争。 终于失败了，这个就是搏争必亡的明证。话搁讲完头，咱这个赤我组织帮助对杨达佬特别吞占鞑靼的领土，这都是助纣为虐，这绝对未成功。各位同志，咱若假使明伫遮，赶紧将着这个不法的组织来给改善。 假使若要改善不法组织者，要过着平安的日子有所困难呢？放肆！哎呀，你这个白脸多真该死！哼！胡言乱说，不学无术。 死者无可恕哉！喂，大家赶紧来分析着杨达佬失败原因吧。昆仑元人，你就是昆仑的元人，望你展示着金色良言。哎，
兵道不敢。兵道乃是初夫属主，不敢谈及天下事，请毕中比你原谅吧。来，毕中比，那以我车轮道伫咧分析啊，就是咱无够凶悍呐。咱的规则无够松严，咱无够好杀，所以才招成失败。应该啊，那将这达旦人民总该灭掉，都免今日的后患呢。据兵道所在，自古以来，先者留名千古，恶者朽名万世。哈？原人善恶是怎样分啊？简单讲一句，因为万恶首，必先后为先呐。杨达阿将伊母亲送到满皇国，这就是不孝；挪亚人民，这就是不仁；利用劫客，当一武林的高手做杀人的凶器，这就是叫做不义啦。陷害六合善事，这真正的不智。咱人有一个大本啊，人的根本呢是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。如果违背八德，这个就是恶；实行八德，安尼就是善呐。原来安尼，我这个赤鹅组织到底是善也是恶呢？兵道初登贵文，对此不甚了解，当不敢批评啊。今仔日你昆仑原人的来意如何呢？我都陷入天严我缺，所以这个昆仑四座介绍来此拜访毕中毕仙阁，但愿你指点一二呢。天严我缺是千为一安的状态。天严我缺第一缺就是九气猛龙啊！这只九气猛龙千年道行，多宝不伤的怪物，见人必吞。第二缺风火桥，风火桥就是微风一吹，人对桥下，决被烈火焚化。第三缺酒精一定要讲三个讲会响。迄个声音爱甲当今同款的声音，安尼才会当过关。第四缺，万年金刚王乃是赤鹅新军忠诚的卡力，见人必杀，任何武林高手难逃出关呐。第五缺，十字洞乃是神秘洞门封锁，有千斤万力，无可能吹开，宝刀宝剑无法劈开。如此说来，我都必死无疑了。到底这嘛？原人，如果你会当加入到我赤我组织，我会当使你的徒弟脱险吗？既然如此，然了。这嘛，为了我徒加入到非法的组织，来害别人，这就是自私的行为。毕中毕。兵道一向都是尊敬老主，老君就是我的教主，我唔敢背道而行，敬望原谅。你就是道教，道教尊敬老君，就是你唔敢违背老君，加入我赤我组织嘛，就是啦，望你原谅。你若无加入，你的徒弟也死，当时你也无可能得到平安的日子哦。愿托天庇佑，我徒安然无恙，兵道过世了。毕同义，将这个反对者给结果单掉。小等下，唔是这个时阵啊，我自有办法。好等极中极掠太子的佳音啊！我发机关，九气猛龙得要甲伊吞吃。为了保护家己的性命，来见九气猛龙历经3暝3日，终于发现到九气猛龙的死角了。
伤心的外勇，因为对这耳后呀，用着我的刀甲插一个后悔处处转。第二刀对咽喉，叶梦良已经死了，好，穿过第二关。黄花桥，避风人队非常惊险的黄花桥，武林的高手，万高身甲，惨对桥下者不计其数。但这个时阵，金王子凭着伊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坚毅必胜。现在伊得要渡过这个危险的黄花桥了。可怜的东宫太子朱祁钰，当伊护家将军分散，但因躲入这个松林地界，泄露这个奇寒。现在躲饿不堪，特要找找人家所安心。也我若跟随着你身躯变两三个月啊，你啊拢无加半步，要哪用你？还无半步？迄干那口头你都学袂起来呀！你是要练啥话啦？你是要练啥话啦？是啥物口头？甲你讲每日早啊时爬起来都要练讲口白，讲啥口白？使恁报啊你？树砍小弟，甲我的大兄，黑暗风雨。我嘛敢惊，雷公电闪，迄我嘛不怕；月光到背，迄我嘛上惊。知啊，咱念迄套较蛇，肯定无较蛇。手牵小弟啊，甲大兄，黑暗风雨我敢行，雷公电闪我不怕；月光到背我上惊。迄是啥物意思？哎，迄小弟甲大兄你听无呢啦？小弟就是变装啦，大兄就是这个笑白啊，你听无？黑暗风雨咱拢咧行咧对，这时咱都拢无咧行咧，雷公电闪根本迄咱都无咧行，迄月光到背我上惊，迄月光到背人个围出来掠咧，掠贼咧，安尼我知啊，安尼原来你就是咧做贼，恁娘看你这里阿炮啊，你有影阿炮？迄讲贼都歹听，讲强头爱讲强头，嘿啊！迄强啊是真溜啊，贼就是叫做强头啊！讲强头才会雅气，所以咱这个日当时甲眠床一个人叮当啊，暗时就是咧想空芳啊，365行，咱另外这一行生理若做失败，就无面通见人啊！安尼好，再见。我这个阿炮特别溜了，学贼啊，无甲抓，拜拜。唔捌会，我这个好溜的，我来转正名你喽！来山神庙转正一个哈哈！未知王将军、马将军相结如何？真是令国王放心不下。来到这个所在，山神庙，山神土地。但愿你的心威赫赫，庇佑着我的爱将，无事会当脱险。讲人困马发，暂时在此安睡一下。免惊 ，Hello， 嘿，码头看来码头，我都无骑马，我用行的呢。外行人，你讲外行话，码头就是 money 就是钱字啊，听不懂啊？我身无分文你唔煞武夹来了？
哦，什么武夹的？啊，无你讲，你拢无分文啊？啊，你文的袂晓，你毋是学武的是？毋是啦，我是讲我身躯拢无钱啊，做身无分文啊，是无钱的意思。我无学武艺呢。啊，你无学武艺，哈哈，盖好盖好。嘿，你看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小弟。啊，凶器，这小弟啊，小弟，你免惊啦，还佫有大兄咧。呀！啊，卖大人啦，迄凶器毋多，你若溜手，甲我扑着。好，了你我会惊死哦。大家嘛拢会惊死，安尼好。我跟你讲，兄弟叔，大家帮助啦，吼，用讲的就好，啊，莫起家动手，无啥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起来缘投哦，你真英俊哦，真潇洒哦，尖卡优秀，嘿，敢若像迄个小姐呢，嘿，千金小姐嘛，无你的水咧。所以啊，我这个阿刘啊，灵机动啊，特别甲你参详一件事。好，这位大哥，请多吉祥嘛。我你讲啦，讲较白咧，你讲的文雅，你袂听无咧？你就知影讲我这空子马家咧，对不对？细汉都袂晓想，啊，食到老都唔知样，就是无读书啊，所以啊，听你讲文言拢听无，讲白。好，什么代志，请你讲嘛，安尼啦。我即摆足无聊的啦，无聊你听有无？好，无聊，讲。啥王？毋是啦，我姓莫名奇啦，我听袂啥物清楚啊，你讲较白咧，好。我安那讲白的，你安那讲白的，无钱啦，好，足闹亏啊你咧，啊，真拄我身无分文，要安怎呢？还都无要紧呢，吼，安尼，我教你即摆来男扮女装，啊，要我你带来去见一个足好嘢的好家财百万的老冤家啊！迄个老冤家有一个查某囝，千金小姐，叫做莫秀珍啊。哦呀，素市伫咧买查某干啊，但是好嘢人伫咧买查某干啊呢，爱买一个五官清秀啦、温顺有礼啦，敢随随便便安尼乌白去买啊，对。那像你这搬来去稳当当选的咧，对。凊彩嘛买300两啊，还500两，来我多所费咧，对。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吼，少年呢。哎呀。大哥，你讲话哦，我听得真矛盾呢。你是大丈夫，陆续疾苦啊，应该都要做一个正当的事业。你做这是非法的勾当，你知影？啥话？你听无心？你将我身躯男扮女装去卖人做查某干，这就是贩卖人口啊。同时呢，你用查甫当查某卖人，这是诈欺。吼，你今日用这个大刀小刀，伫咧甲威胁，这恐吓啦。所以你这4条罪哦，真重，你知影？小弟留在，嘿，叫你莫生气啦，安那，看袂唔讲白，袂好啦，好，行去，阮兜有个查某囡仔衫，我甲你清咧，好啊，真撇得对啦哈，等下打扮。我你讲，你唔来留下，我会秘密咯，你来留下，我会秘密，大兄小弟拢会生气，知无？我知啦，行。可惜你是查甫的，你若查某的，我甲你收起来做太太有影哈。看来到底是查某样，入要流水水，来去稳条的。哎呀！你讲你唔能甲要闹开呢？你若闹开哦，我的大兄甲小弟是会生气，吓大兄小弟我拢早咧内底。我知啦，讲话较有声咧啦，哎哟，你讲遐粗，啥物惊死人？你就叫我阿兄，你是我的小妹，听见无？安尼。是啦，我知影。哎哟咯，你唔着安尼来，唔才会通，稳条的。莫冤家啊！哦，你哪会捌我？哎哟，你出名的人，你好嘢人，大家捌你好对唔对？你这个莫良心的。哦，是啦，我是莫良心的，我这个莫家堡的堡主。要当这位兄弟什么贵事吗？安尼啦，讲起来真可怜啊！阮老母老爸安尼哦，离开世间，也安尼未当身目，所以呢，阮小妹今仔日要来卖身，听讲0,000金啊，要买一个真优秀的查某干。你甲看这个汤啊妹，你甲看一个较详细的个，抬我关来，哇，面貌清秀，这个是汤啦，也唔知要卖偌济吼，安尼啦。卖你5年啦，5年就好啦，5年甲你摕500两银，
哦，500两敢袂伤贵心？哈，有一个人踮遮甲你奉事5年，啊你伤贵，讲你敢对？你讲你敢对？敢袂使减少个啊？啊你呢？495啦。啊，不如500，互你较完整哦。我就要提，我就要提哦。哎，阮小妹也做小玉啊啦，啊，阮老母做西瓜的，啊，西瓜的都不行就对啦吼。啊，我要来去咯。啊，你什么大名？5年后你若要来讨，啊，我毋则知影你的名。啊，我叫做苦瓜啦。哦，苦瓜，晓啦。啊，多谢哈，我要来去咯。小妹啊，哎呀，啊，你都爱乖乖伫人听咧哈，啊，毋通安尼四界拍拍溜。我知啦，哈，我来去吼。啊，好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甲你看起来。你无啥亲像做人的女婢的款呢？你做什么生意啊？呢，嚯，临时发达起来。我甲你讲咧，我去救着皇帝呢。救着皇帝水啊，皇帝输的啦，皇帝输的啦。哦，皇帝输的。呀，所以你都爱做事，爱尽忠爱国啊，所以才好行。哦，安尼我知。哇，老千呀，哦，我老千你是强头哦，来。摕300起来，真正一个啊！哦，来去买官衫，迄上介好的代志啊！啊，坡桥走路，形象观目，做一寡善事。免遐济啦，来30块就买咧5、6块啊，对唔对？来30块摕。哦，多谢。嘿，你阿娘即马生真良心的，合啦，对唔对？啊，因为我要来甲伊拼，哎呀，代志发生啊！我对后边来去明哩，代志发生啊，对后边来去。为我来，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。男人只处相关，两匹的家人无同款，捌心头乱，捌心跳烦，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互人管，快乐的人生观。什么叫做怨叹？不知什么叫做困难。人生海那迷茫，荣华富贵无遗憾，身体臃肿头一层。啊，两匹的无简单，两匹的男子汉。北海河英已经踏入险境咯！这2、3时间就无代志，黄海桥已经过啊。好，窜第3关。来到，混乱的小队。注意，有何指教吗？你要收你的老命啦！啊！亲爱的观众，现在太子已经入这个木家，极中极大战乌鹰，金王子硬闯第3关，昆仑猿人被黑镰刀所困。